如今桑琪在国子监读书，她呀，毕竟是故人的妹妹，你可要多加照顾才是，可别让她受了欺负才好。她被欺负？保护阵，我去追。好。 太尉府，谁啊？ 我说我是来家访的，你信吗？家访？家访？你不去看我爹洗澡，你来看我洗澡，鬼才信呢！不是，我觉得你也不会信。我这告辞了。有刺客，快追！快！哎呀，对不起啊。他们是来抓你的吧？我跟你说话呢。我刚才在帮京兆府捉拿贼人，看到贼人入了太尉府，又听到你尖叫一声，我以为你有危险，于是我就进来了。真的？你要是不信，我去跟他们解释清楚。来，解释什么呀？解释？孤男寡女，现在出去怎么解释？更解释不清。也罢，骑射课的时候你救过我，今天换我救你，我们俩扯平了，如何？也好。 仔细搜查，别让敌人逃了！你就躲在这个浴桶里，来下去，憋着气，憋着气，憋着气下去。需要死你就进。不必了，我自有办法出去。啊，刚洗的澡又不臭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刚刚府里进贼人了啊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赶紧回去睡觉吧。哎，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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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去吧啊！